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中国曾雄雄宣布，要伫咧台湾的西南海峡画设操演区进行实弹射击训练。今仔日佫有公开操演的影片出来。咱的总统府是表达强烈谴责，外交部也呼吁国际着爱做伙来谴责中国。因为学者是认为讲，中国就是要来反制美国讲到台湾有参与本事情演习的代志，所以也透过操演来吓惊台湾，警告美国。 中共舰艇在我专属经济区划设禁限区，欲实施海上射击，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56条及58条规定，严重影响海空域飞航安全。面对中国军队拍算在台海进行实弹射击，国军在上前线捍卫海疆。中国二大无已经宣布讲，在高屏外海40海里处画设操演区要进行射击训练。国军的战机随升空，军舰嘛紧急出海应对，嘛主动发布班超军舰，监控中国的4名三男和千岛乌男的行踪。中国的舰队后壁是驶离开操演区。 中国军队的东部战区27日透早就发布舰队最近实弹操演的影片，对外展军事实力，威逼台湾的意思是真高。国防部发布侦测到中国军机45架次，其中34架次是超过海峡中线，入来到咱的中部和西南部空域，各有14架次的中国军舰2架公务船出现在台海。国军嘛讲出中国军队操演区的位，对区域安全稳定的公然挑衅。 总统府表达严厉的谴责。总统赖清德第一时间是指示相关单位严厉应处，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做伙来谴责中国公然起无空，破坏区域安全和稳定。针对中国军队在西南海峡画设操演区，有可能去影响在迄边的渔民讨生活。东港区渔会讲，军演的维持时阵会经过的所在，27早起渔民正常出海去掠鱼，有一寡渔民认为讲影响无介大。但是有比较担心的渔友嘛，我们也会建议说，那就是暂时先不要出海作业。学者分析，中国画设操演区，再个结合实弹操演的影片，后边的目的恐惊是要执行认知作战，嘛警告美国。 美国在这个美泰的这个经演建设联合演习，它有释放出这个台湾去，然后几个小时后就拿掉。我觉得可能中共对于这个未来情势发展会非常担心，但是他其实拿不太出什么反制的方法，所以可能就是借由军事活动讯号，表态一下。苏浩宏讲，台美军事合作升温，加上美国在印太地区加大关注的力量，和中国真不满。不排除中国军队最近的加大扰台的力量，国军千万袂当大意。记者综合报道。 新竹竹东传出路面破一个大坑，有一台轿车甲树仔拢做伙落去3公尺深的所在，好佳在无人伤亡。新竹县的公务处就表示讲，因为这年久月深无维修，才会放弃。竹东镇长也指出，这是国有地，说互建商违法占用做停车场，会过来追究责任。日前下晡2点外，新竹县竹东镇中村路3段，一间餐厅头前的埕有停几架车。 不过了后，车路煞向放弃，有一台白色的轿车，连管底顶管的树仔，嘛做伙落落这个有3公尺深的溪坡，这画面全部拢去有监视器翕落来。到底是谁的责任？规只车并落这个坑，加在迄当阵车底无人，附近的住户讲到代志发生的过程，因讲有听到一声真大声，嘛讲这个车路进前都有必顺，不过并无处理。进前警卫有跟我们讲说，那边不要放车子，都有个裂痕呐。我前几天还过来看，就说这个地方是很危险，因为它已经有下陷了，那底下又是一个河床，那个整体如果下陷下来是很严重，结果没有想到今天刚刚就开始，整个就垮下去。警消才就通报了后，赶紧伫现场救封锁线，真无简单才把这架轿车吊起来。不过后壁的挡风玻璃规个拢碎严严，车身嘛受损长。 竹东镇长郭元忠表示，这个地是国有财产署的土地，过去却有建商违法占用，加做停车场，所来会追究责任。建商如何建造，这确实我们要追溯之前的责任。有私人来私自把这一块三角地的部分做一个钢结构的架设来使用这一块空地，那当然就因为年久失修的一个部分，所以。 钢构的一个损坏，所以才导致这样子一个崩落的情形。针对车路放弃的原因，公务处讲，因为内底的条真久啊，年久月深嘛无修理，就安尼放落。郭元忠表示，后续会和国有财产署做土地管理。现在这个所在是沙坑溪，会以排水为优先。记者综合报道。
明仔载开始休年假，真侪人规划要出国。不过台中今仔载去大雾，各地区的能见度无好，地属台中国际机场有10几航班拢受到影响。另外，高公局要提醒大家，明仔载是年假的第一天，落南的车流量会真侪，建议大家得要闪开高峰的路段甲时段。机场大厅客家10通通，旅客只会当看手机消磨时间。就连行李也无法度托运，礼拜年假前一日，台中机场就毫无达到，不少班机晚分也是取消，互旅客真烦恼，行程受影响。我想不到呢，昨天天气那么好啊，怎么今天早上变得雾茫茫的？有耽误很多，然后我们如果有带小孩，根本就超不方便的。客原本规划要出国，已经提早2-3点钟就来到机场，也毋过班机缩晚分。气象署透早针对汤圆新潮苗栗、台中彰化5县市发出浓雾特报，台中能见度捌无到200公尺，最后大约11点浓雾才解除，有10个航班受影响。这波浓雾影响有计会继续到3月初3了。因为近日是天气回暖的状况，那南边来的水汽呢比较多一点，那容易在台湾海峡海温比较低的地方就容易产生低云或雾的状况。应该是在这个春季这一个季节是容易有起雾的这一个情形，所以可能民众可能要如果有这个出游或出差的规划或者返乡的规划的话，可能就要把这因素纳入考量。另外，早起6点国道1号南向162公里的所在，也有驾驶亲像因为浓雾自动地磅站，造成2个人受伤。高公局提醒，礼拜年假期间有计会一直大量车潮，年假第1日早起有计都是车上济时阵。南向尖峰量大概是平常的1.4倍左右，所以呢，我们在国5的南向的部分就会有一些比较长时段的拥塞，像是在从早上5点到下午的3点左右，一直到下午的3、4点就会陆续的疏解。那北部一直南向车潮，中部也要注意彰化保险、快官埔丰、草屯、民间3个路段车潮继续到中道。南部地区是顶金燕巢路段可能出现塞车，建议用路人避开尖峰时段。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过来还有啥物大代志来关心？牵涉到金华城甲政治献金案，予人羁押的台北市长郭文哲，因为因老爸过身，即阵是申请解除禁见甲通信，要含处理来讨论丧事。今仔日台北地方法院召开调查庭，裁定对今仔日开始到3月初10解除禁见甲通信，可以会当见伊的老母甲牵手。云南糖的止痛药啊，去年才打起价，即马宣布因为营运成本甲产品的成本增加，云南糖红毛系列的产品对3月15开始被起价9块至20块，专家也预估接落来可能会换汉药成分的药啊被起价。台北的马康流浪对3月初3开始被调整票价，一般的旅客对动物园站坐到马康站原底120块，被变做180块。台北市民或者是65岁以上的犹太票继续不变。不过，若要坐水前车厢，一个人一抓就要加收50块。再来关心国际消息，讲到美国总统川普日来主持第2任期头一天的内阁会议，讲到美国的贸易问题是点名讲，就是欧盟利用扣税甲各种的理由唔买美国的车甲农产品，就是拍算要甲美国侮辱到，所以嘛会真紧就对欧盟的进口商品扣25%的关税来还税。The European Union was formed in order to screw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the purpose of it. And they've done a good job of it, but now I'm president. 川普日在内阁会议上讲起美国贸易失衡问题，点名一寡传统盟友爱负责，直接指欧盟想要侮害美国，长期将美国的班机以各种理由无买美国车甲农产品，也有无公平加得税，真紧就会实施对等的关税关税。Be 25%, generally speaking, and that'll be on cars and all other things. 川普武害讲法颠覆欧盟成立的历史文明，甲美国长期支持的场。欧盟宣布，因是世界上上大的自由市场，对美国来讲是一大福音，也强调会对无正当的自由甲公平贸易限制，做出坚定立即的回应。针对美国的盟邦加拿大甲墨西哥的25%的关税，原定延后到3月初4实施。川普伫会议上，佮互因1个月了后的新日期。April 2nd. I was going to do it on April 1st, but I'm a little bit superstitious. I made it April 2nd. The tariffs go on, not all of them, but a lot of them.
关税可能延后，和墨西哥比索加加拿大币对美金汇率拢起一波。也毋过一名北京官员表示，川普进前设定的3月初4对墨西哥加加拿大扣关税的最后期限有完有效。敢是具体实施会触发这两国伫边境的安全，加防止芬太尼走私流入美国方面的成效。墨西哥加加拿大官方伫代志明朗进前拢无愿意回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28日去访问美国总统 Trump 签署扩散协议。根据乌克兰的媒体报道讲，协议内底有写到乌克兰要将开发自然资源的50%收益投入双方共享的基金，用来投资乌克兰重建，也互美国会当得到回报。另外，也讲到美国会支持乌克兰的稳定，不过并无具体来讲到美国敢会安怎保护乌克兰的安全，甚至川普佮讲保障乌克兰的安全，迄是欧洲的代志，因则是厝边。启程去美国访问进前，泽连斯基伫落地总统府向媒体说明美俄扩散协议的进展。Немає договору, який наступний. Ось він складніший буде і серйозніший, тому що наступний договір про фонд. І там буде вже якісь там відносини партнерські, гроші тощо і так далі. Так? І ось він, наступний договір, він буде вже мати обов'язкову ратифікацію в парламенті України. 对川普讲，乌克兰爱以扩散资源来向拜登政府所开5000亿美金援助。泽连斯基讲，过去西方提供乌克兰的援助，并无以任何方式爱行作为要件，袂当互乌克兰安上不实的债务。也讲伊拍算当面问川普，反复敢是会完全终止援助，若是敢会当直接向美国来买武器。Головне для мене було, що ми не є боржниками. І незважаючи, що де звучить в медіа, в угоді немає ні 500 мільярдів боргу, ні 350, ні 100 мільярдів, тому що це було би несправедливо. 泽连斯基强调，协议将基本的版本希望有美国的安全保障，以协助罗西亚搁继续开战。川普是讲，安全保障是欧洲的代志，因为伊是乌克兰的厝边。I'm not going to make security guarantees beyond very much. We're going to have Europe do that because it's in, we're talking about Europe is the next door neighbor. 川普佮讲，几乎爱将家己北约的代志放袂记，想拢莫想，高中互克里姆林宫的讲法，其正会就是这个问题引起的。乌克兰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有全球大约5%的关键原物料，这个矿区多数位伫欧东地区，也就是罗西亚势力范围。乌克兰经济部估计价值达到3500亿美金。几乎的美国大使馆门外立拉组织一阵反川普示威者，强调只有伫军事行动结束、安全得到保障了后，才会当签署扩散协议。Не дуже правильно шантажувати країну, яка веде війну, і примушувати її до підпису будь-яких, скажімо так, економічно невигідних угод. 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AI 晶片大厂辉达公布第一季的财务预测，指出因第一代晶片订单有大成长，而且2024年第四季的业绩也超过市场的预测。虽然中国真正推出的 AI 工具 DeepSeek， 只要用低效能的晶片就会当运作，引起市场咧质疑关卡晶片的需求。不过专家表示讲，未来对这关卡晶片的需求，敢来愈来愈大。辉达执行长吴仁勋介绍新一代的晶片 Blackwell， 搁伫日公布到1月以来第一季财报，营收大约是430亿美金。辉达表示 ，Blackwell 的订单呈现惊人的成长，是因公司史上成长上紧的商品。另外，辉达2024财年第四季的业绩也全面超出分析师的预期，营收年增78%到393亿美金。资料中心也就是容纳公司的 IT 设备甲连接设备所需要的机架甲布线营收，搁较到356亿美金，年增93%，比市场预期的336.5亿美金较好。另外，中国新创公司DeepSeek透过创新演算法，互企业看到性能较低的晶片也当成功运作，造成市场对于高阶晶片会当继续需求产生疑虑。对此，互辉达期待销售5930亿，创美国企业史上上大单日期待损失。不过，辉达的股价第二日收起3.7%，过近2年提升18%，已经成做 AI 概念股的上大受益者。
虽然 AI 技术的快速普及，说服真侪个对 AI 数据安全方面有高度烦恼，其中 DeepSeek 的 AI 服务虽然引起市场关注，不过包括台湾、印度、澳洲、意大利、美国加南韩，拢采取禁用限制加封锁等措施，避免伫跨境传输过程中造成国家机密甲敏感数据外泄。不过专家对 DeepSeek 客气表示乐观，因为未来对高效能晶片的需求会更加需要。What I expect is going to happen is that despite what we've seen on the stock market with like the Nvidia stock, it's likely going to be a future where there's an even greater demand for AI applications and therefore for chips, because once you are more efficient, you can then just run more things. 另外，美国电商亚马逊也伫2日宣布，会伫3月推出生成式 AI 助理 Astron， 因会当记住用户个人的饮食，也是协助因找找卖线定商品，佮根据用户兴趣提出有用的建议。公司新闻新闻编译。南韩是全球生育率上低国家，不过透过政府的福利政策甲企业的鼓励，成功来挽救连续8档下降的生育率。亲像一间建设公司去年推出生育奖金，员工若是生一体，就当领到超过200万台票。去年8月生第2个南贤珍陪查某囝伫客厅耍7头米，伊讲好佳在有公司的奖励政策，伊才有迄个勇气搁去生第2个。 일단은 장려하는 분위기가 있다는 것 자체가 그 회사 생활을 하는 데 있어서 큰 힘이 되는 것 같아요. 原来南贤珍伫遐咧做工课的建设公司，对去年开始向员工发1亿韩元合台票差不多227万的生育奖金。这个月，伊真正是收到这条奖金，而且公司阁大动作来表扬拍拼精神的员工，让南贤珍感受到南韩整体气氛真正是有明显的转变。 事实上，南韩的生育率对2015年以来是一年比一年较歹，伫全球是排正后壁的。为着鼓励民众结婚生囝，政府是提出真侪福利政策，除了延长有薪水的陪产假，提供红婴仔津贴，有的城市甚至阁有免钱带房的优惠，嘛鼓励企业做伙营造对生囝有利的条件，这嘛总算有效果。2024년 출생아 수는 23만 8,300명으로 전년보다 8,300명이 늘어 3.6% 증가했습니다. 2024년 합계 출산율은 0.75명으로 2023년 0.72명보다 0.03명 증가했습니다. 南韩伫去年总算改变出生率连续8年拢降的趋势，后半年第2胎新生儿数量增加12%，比第1胎新生儿数量11%的增幅小可增加。不过，一寡女性同款认为讲，对女性真无平等的做工课的环境，可能是因生囝意愿降低的重要因素。 여전히 이제 엄마가 아이를 좀 주로 양육한다는 생각들이 많다 보니까 이 사람이 얼마나 회사에 전념할 수 있는가에 대한 부분에 있어서 저는 좀 아마도 이 순위가 될 것 같기도 하거든요. 学者建议南韩必须建立性别更较平等的家庭结构，更较健全的儿童保育系统，和对家庭友善的企业管理模式，才当真正大幅改善少子化。公司新闻张惠美编译。 来看，伫咧英国的首都伦敦这大城市，定定会当看到野生狐狸。虽然无啥会甲人攻击，毋过嘛定定会出现狐狸走入去人家厝，伫咧路里黑白放屎石，也阁有叫声真吵等等的问题。要互人类甲狐狸共存，专家甲动保团体是下真大的苦心。伫英国伦敦，有当时半暝会当看到野生的狐狸伫咧西街，因的叫声正尖，敢若婴仔咧吼。 常常互外地人惊到，不过伦敦的在地人甲因最近享受城市的空间几多年啊，伫咧公共场所徛过花园，若看到狐狸拢无奇怪。因甚至有当时一个会坐公车爬去咧大楼顶，因对人类无啥物攻击性，有人感觉因正古锥，甲因这人翕相，不过有人认为狐狸甲环境污甲正垃圾，材料正臭，佫会伤害天物。Scratched and bitten a snout, so 200 pounds later at the vets. You know, and it's just not right. 像这间出租车防狐狸入侵的专家，用盲人啊这款非地面的方式，保护因徛街甲位立空间的独立，而且保属1,000欧元，差不多台票3万瓦。They're very territorial. Once the territory opens up, it will cause foxes from far and wide to come in. 由业者提供直接甲狐狸抬死的处理方式。 安尼先做是合法的，不过争议性较大。伦敦的野生狐狸主要是赤狐，数量已经超过1万只。
伫城市生活的平均寿命比野花减4年，因为各种意外伤害机会较悬。伦敦这个保护组织，若是较无闲，一工就要救8只狐狸。We have Gump in here. We're watching him on and we're giving him antibiotics. Ellie, she only came in last night. She has a wound on her back. 这个协会一年救超过1200只狐狸，因讲上困难的是对抗社会对狐狸负面的观感。We haven't had rabies in the country for over 150 years. People don't need to be scared of foxes. What foxes will do, their remit is to run away from you. 虽然会当和平共存，不过专家犹原建议民众莫主动饲狐狸，以免因长久待伫咧命体埕内面，增加彼此的困扰。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阿俊，祝福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